哋推廣足球嘅同時咧，係發掘一啲有潛質嘅學生，有男仔有女仔已經係踢緊依家香港嘅青年代表隊嘅 U 隊嘅成員。咁而最開心係佢哋仍然記得我係第一個教佢嘅教練，而且係一個啟蒙老師。技術我勁過李 Sir 嗰班㗎，係咩？做啟蒙呢一個角色係喺香港呢度比較少有教練係好專注想做好呢個角色，咁我係想喺呢方面做到啲。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先，嘅牧志足球學院創辦人，我姓李Sir。咁我喺大埔出世嘅，咁細個到大公屋長大，係啦，細個中意做唔同嘅運動，到中學嘅時間就叫專項開始踢足球啦，咁去到大學都係咁，但係因為嗰陣時咧就整親隻腳，咁就唔可以做一啲高強度嘅訓練同比賽。我只中意踢波啊嘛，咁我自己本身細個咧嘅目標咧係想做老師嘅，咁我對教育有興趣，咁我中意踢波，咁啊見到有得考教練牌喎，咁考完之後就開始嘗試接觸足球教練，咁就一步一步接觸唔同嘅年齡層啊，跟住教咗唔同嘅隊伍啊，就開始揾到自己最想教嘅年齡層，特別係幼稚園同初小呢個年齡層，所以後尾有家長就問我自己會唔會私人開班，一開始就係。咁就膽粗粗，有家長想私人開班喎，咁就開班玩下咯。咁玩下就人數越嚟越多，咁啊變相就一個人其實做唔晒嘅，咁就開始就叫做組織大咗嗰個班，跟住再成立咗牧子，咁就會喺大埔道做一個建立，之後就延伸到去粉嶺、大圍、馬鞍山，咁啊去到呢一刻就變咗一個唔係好大，有少少規模嘅學院，咁就喺唔同嘅學校啊、球場啊去舉辦一啲嘅訓練比賽，甚至乎一啲嘅訓練營，同埋都去到學院成立咗，今年係第10年嘅，咁就亦都透過唔同嘅機構開始再做多啲，就係幫助一啲基層嘅小朋友去踢足球，咁啊主要係想做到人人都有機會接觸足球同埋參與呢個運動。其實我哋主打直頭係幼稚園，我哋係想由幼稚園開始。咁幼稚園開始去教嘅話咧，第一佢哋係白紙一張，佢哋即係好單純啊，好得意，佢哋諗嘢好簡單。咁我哋如果喺呢個年齡層開始教咧，係最容易將我哋嗰種教育嘅方法，或者我哋嘅思想模式啊，係投射翻落到啲小朋友度，令到佢哋跟住一個方向去學習，咁係最容易去令到佢哋改變。直接係講緊特別係講態度上，係啦，喺教育上嗰我哋想做多啲，因為我自己基本上都係半個教育界嘅人士，咁我哋啲同事亦都有唔同嘅教育嘅背景，即係幼稚園老師啊，中學、小學嘅準老師啊，咁希望係講緊可以喺教育嗰方面出多啲力，係啦，所以就希望係越細個開始就去接觸呢個運動，同步亦都可以令佢哋不論喺生活上、運動上都有一個正面嘅成長。李 Sir 係好有耐性啦，跟住會因應小朋友嘅特質去教啦。我仔初咧3歲半開始學波啦，跟住佢係唔中意㗎。李 Sir 係特登揾個助教咧，拖住個手1對1咁樣教。1對1咁樣教？係啊，咁拖住咗佢教佢，所以令到佢中意咗踢波咯。因為踢波係一個團體嘅運動咧，咁佢社交啊，對溝通啊、合作咧，其實都好緊要咯。你有幾中意踢波先咯？
你不如話俾叔叔聽，你踢爛咗屋企幾個電視啊？踢爛咗5個電視㗎啦，已經。你做乜踢落個電視度啊？你踢爛電視咪冇得睇波咯？係因為真係好中意踢波，屋企有踢，跟住練波咧又會提早到啊踢，練完波又繼續踢，總之真係好中意踢波。佢喺社交方面咧，我覺得係有即係佢係一個好社交能力好強嘅人啦。我唔知係因為可能係因為踢咗足球，即係所以就接觸嘅小朋友亦都多，亦都唔同。譬如我哋呢個木子足球學院成日都舉辦唔同嘅足球比賽啊，咁所以都接觸過好多其他嘅小朋友咯。我哋推廣足球同時咧，係發掘一啲有潛質嘅學生，因為有潛質學生唔會話突然之間識踢波或者就踢得好好嘅，咁好多都係由零開始。我哋係想做一個叫做啟導者，可以揾到呢啲潛質嘅學生咧，然之後俾一啲興趣佢，從而一步一步幫佢成長。咁令到佢有一定嘅能力咧，再出翻去其他嘅球會啊，甚至乎有能力去到代表隊踢波，係我哋其中一個好想做到嘅嘢。好深刻嘅就係我around教咗接近15年，特別係我初出道嘅時候，教嘅學生依家應該係初中，接近呢啲咁嘅年齡層，係有男仔有女仔已經係踢緊依家香港嘅青年代表隊嘅 U 隊嘅成員。咁而最開心係佢哋仍然記得我係第一個教佢嘅教練，而且係一個啟蒙老師，係啦，真係喺個訓練班由零開始揾到佢，知道有呢個潛力，係真係主動同個家長講，你俾佢投身足球運動發展，佢第日真係會有啲成績出到嚟，而佢最尾真係成功跳咗出嚟。咁仲要佢會識得回頭揾翻我，呢個係最開心。至少佢仲記得我係佢嘅啟導者。我係想keep 住做呢個咁嘅模式，係發掘更多，做多啲小朋友嘅啟導者，等佢可以開始到第一步。能唔能夠成功，要好睇佢個人發展同埋佢之後嗰個其他嘅老師啊、教練啊點樣再幫佢。但係我覺得做啟蒙呢一個角色係喺香港呢度比較少有教練係好專注想做好呢個角色，咁我係想喺呢方面做好啲。好啦，嗱做晒就翻嚟揾我啦。OK。最尾一樣嘢就係頭先講過，就係我哋希望係做到人柔波踢。咁最難做到就係基層同埋一啲女子足球運動，因為女仔通常比較被動，同埋家長嗰個諗法都比較保守啲啦。咁基層嘅就係好多小朋友係冇錢踢波，即係好似自己細個嘅時候，個社會都係，我自己都係工匠等，我哋都係冇錢，所以就會喺落街度踢。但係依家呢個社會唔同咗。你落街踢波可能都要俾錢，跟住去 join 個興趣班啊，先有同學仔啊，有教練去教你踢波。咁我哋希望做呢個角色，就係我哋教佢同時，大家唔需要俾錢，咁樣去做到呢件事，咁就可以變得就係人柔波踢之餘，亦都可以發掘到一啲有潛質嘅學生，唔會盲目咗佢，就亦都唔會因為佢嘅出身背景而影響到佢喺呢方面嘅發展。我哋好積極係揾一啲嘅 NGO 去合作，就希望可以透過佢哋去幫手，去攞到一啲嘅funding，係主力去幫低收入家庭。因為我哋都係啲私人機構，我哋都要計收支平衡，我哋唔會有好多錢去資助呢啲小朋友，係啦。但係 NGO 就會容易去攞到一啲funding去做。